那么，首先要问候透过网络来观看的上师、主顾善知识，还有僧众们，尤其是尼师们，还有东西方的所有法友们，还有所有的藏族朋友们。那么，首先问候大家身体健康。那么前几天这个没有办法上课，主要是身体有点不舒服，甚至连这个话都有点说不太出来。所以前2天没有办法上课，所以今天呢是最后一堂课，也就是第13堂课。那么，所以这个专辑当中，我们讲到第20个颂文，我想应该就到这一次到这里告一个段落。然后21个颂文可能就先不说，因为21个颂文开始就是圣意菩提心，那前面到20个颂文讲到的是世俗菩提心，讲完了。那么之后还会配合这个6度来讲解，所以可能明年我们再从第21个颂文开始讲。所以我想明年应该可以把这个妙行解脱传能够讲完，我也会把它讲完。那么后年要再讲什么课程，再跟各位讨论，那也听各位的一些想法，然后再决定后年的课程。那么今天主要讲一下跟访问米觉多杰这个传记有关的一些事情。本来之前讲说要讲1-2个事情，但是今天大概只能讲其中一个。那么本来之前想说要讲一下，就是有关夏玛仁波切的转世，米觉多杰那个时候夏玛仁波切第4世的一个转世。那之前我拿到了一部比较老的一部典籍，但后来又不见了，那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可能呢，因为他不是自己独立很大一本，而是夹在其他当中，所以这次找不到那一部，所以没办法很详细的讲这个有关当时夏玛仁波切转世的一些事情。所以今天呢特别要讲的是跟访问米觉多杰有关的，尤其也跟各位就是尼众们有关的内容。那大家也都知道，过去多年在达仁萨拉有多次举办过这个比丘尼的戒的一个讨论会。那其中有一次呢，我应该是透过了这个累通，那么就拿到了泽类拿错让卓的一个教研著作。当时我看到之后也都觉得很惊讶，原因就在于呢，这部著作当中它记载了说访问米觉多杰有传授比丘尼戒这样子的相关的内容。
那这部这个典籍的名称是什么呢？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叫做泽类上下三座僧院的弘教史。那其中提到呢，就是迦摩杰尊玛观就搓摩在米觉多杰座前得受比丘尼戒，并且对于一切细微的佛之戒律都能无垢清净的持守，然后故于雄卡寺上百位尼师众中开演佛法，同时修持圆满，因此成为达波地区大众礼供的对象。大概是这样的内容。所以当时呢，这里面就提到说，访问米觉多杰这个名字，这个名讳是藏地很多大师都叫做米觉多杰。那这里提到的应该就指的是法王米觉多杰、噶玛巴米觉多杰。那这位作者他本身也跟那个当时噶玛巴还有噶举的上师们有很深的关系所以让我们惊讶的是呢，法王米觉多杰不止这么一次传授比丘尼戒，而是有关这部分的记载除了这一部泽类那措让卓的著作之外，米觉多杰自己撰写的自传或者其他人写米觉多杰的自传当中，对于米觉多杰有传比丘尼戒这部分呢是只字未提的，所以这让我们很惊讶。所以突然看到在这里面有提到米觉多杰传比丘尼戒就特别的惊讶。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泽类这位大师撰写的这部著作这样的内容之后，也让我们开始重新去审视还有去研究米觉多杰的和这个比丘尼戒之间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所以其实以前呢是没有特别去做研究跟关心，那所以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说，其实在访问米觉多杰教研集当中都发现其实有这种大大小小和比丘尼戒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记录。这并不是说一般开示里面会讲到戒律时会有比丘尼戒、沙弥尼戒，不是这样的内容。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米觉多杰在他一生当中，他是如何去推动和实施这样子的比丘尼戒相关的一些重要的记录。所以应该是在2004年吧，那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总之在那个时候我开始重整还有这个修订我们噶举屈原法会的很多规矩制度。在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当时因为要看很多的有关戒律的一些这些典籍，比如说要如何敷这个坐具然后要穿法衣是要怎么样去披这个法衣等等。那当时就是总之讲了很多，所以在这些阅读当中，当时我就看到了有访米觉多杰写的一部传戒的仪轨或者说传戒的结魔法。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关注比丘尼戒相关的一些事情，就那个时候开始的。而且呢，当时祈愿法会上我们也特别安排了比丘尼僧团还有他们的座位，还有像是抬这个大藏经绕塔的时候，还有托钵的时候，也都会有比丘还有比丘尼，会有特别这样的一个安排。最主要就是因为看到访米觉多杰这部传戒的结魔法，或者说传戒仪轨。那所以当时为什么会特别看到或者说重视这部米觉多杰的这个传戒仪轨呢？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部仪轨的名称或者这部结魔法的名称，还有里面的内容的话，我想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的重要更特别了。这部结魔法的名称是见即满愿，僧结魔与僧相关人士结魔，还有与人结魔的理论及传授的仪轨，大致是这样。那么其中有提到说，由于当今藏地无法传授此女众仪轨，因此一个女众想要受具足戒，可以依据男众或者说比丘的这个结魔法而得受具足戒。因为呢，比丘尼戒主要随比丘僧而得，而在女众仪轨中，虽然说有提到说一定要有比丘尼僧团但这只是一个符合佛制的一种形式而已了。就是为了这个外在的形式上比较好，比较符合佛制所以特别提到说传女众仪轨的时候，戒法的时候要女众比丘尼僧，但是就像是在经典中有提到说，比丘尼随这个比丘僧而得具足戒的。还有在广大释这部应该是对于律典的一个解释说中也提到说，聚集比丘尼僧只是一种符合佛制的形式而已。因此呢，并没有否定能依比丘和比丘尼的僧团并依其这个仪轨而受戒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最主要的大意是说，这一段上面都是引那一段里面的内容。所以大意是说，由于藏地当时没有比丘尼僧团，所以如果女众想要受比丘尼戒的时候，就可以由或者说依止比丘僧团来得戒。但是这个传戒的仪轨还是要依据这个男众的这个或者说比丘的这个结魔法，但是其中的文字需要有些调整。比如说本来是比丘戒要得的话，是要有沙弥戒等等来而得比丘戒，但是如果要用这个来传尼众的比丘尼戒的话，这里沙弥就要改成沙弥尼等等，有文字上的调整。所以法王米居多杰就针对了这些部分有做了这个调整，在这个仪轨当中。那我第一次见到这部典籍的时候，因为也看到了泽列那措让桌的著作，所以虽然当时还不知道米居多杰有给予这个比丘尼戒的事，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我就发现，原来米居多杰对传比丘尼戒是很关注的。所以当时呢，之后我有看到这个法王米居多杰这个传授比丘尼戒的记载的时候，当时我就想说，或许当时米居多杰就是用他写的这部这个传戒的结魔仪轨把其中的一些文字改变成为是可以为比丘尼传戒而用，他就是用这部仪轨而传授比丘尼戒的，这是我猜想的。所以呢，有关法王米居多杰传授比丘尼戒这样的记载，是不是只在则类的这个教言当中有记载还不确定，因为其他可以供我们研究的文献还是很稀少的，所以很难下定论。但是我想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这里也清楚知道说，法王米居多杰的弟子当中是有比丘尼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我们平时冈仓都会念诵的马哈嘎拉多玛的一个回向文里面，就是不净情气化空性等等这样的一个祭文。这个平时我们就简略称叫马达玛，不然这马达就是不净的意思嘛，马达玛就是一个不净的一个愿文，不清净的愿文，所以有的被其他教派会嘲笑说，你们这最重要一个祭文，结果是不净的愿文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就会说会将那个颂文里面的头几个字
拿出来，然后后面变成是简略的略称，所以像金刚总持经文就叫做金刚总持愿文这样子。所以总之在这个不尽情气化空性这样一个愿文跋文中，最后跋文中提到说，此文由仁谦巴莫祈请至尊噶玛巴米居多杰传。另外在第八世法王教言集中的一个灵散愿文，这个跋文中也记载说，此文是由具备信心的珍宝者仁谦巴莫祈请噶玛巴米居桑波多杰高维央经所加入的。所以这里你会看到，这里仁谦巴莫这个女弟子的名字就出现了一两次，但这里这两段内容你会看到，所以那就很普通，它就是一个女众的名字嘛，这有什么特别呢？但是在另外一部也是由他祈请之下而写的这个著作，那个跋文，我们看一下那个记载的话，就会知道说，她其实不是一般的这个女众弟子，她是一个比丘尼的。所以这部著作的名称是什么呢？就是法王亲授之圣身上师金刚萨埵不共修诵仪轨。在这里面的跋文中就提到，此笔记是释迦比丘尼具备信心和虔诚者仁谦巴莫为了提醒修持而对于五比圣王噶玛巴的教言上师金刚萨埵不共修诵仪轨撰写的笔记。从这段文字你就知道，她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第八世法王的女众弟子，而且知道她是一位比丘尼。虽然对于这位比丘尼仁谦巴莫的详细的传记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在巴沃祖拉称哇的道歌集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就是这个道歌集当中那一篇的篇名这里有刚刚法王有特别念出来，但是投影忘了写上去这样。总之在道歌集当中就有提到，正修大乘愿行菩提心，掌握前性上师相应法，明现身体次第本尊相，安住本然无作，修自性，任显皆化尊咒与大乐，于诸身体财富不期贪，自心阿自摄于虚空界，此即佛陀教法之精髓。最后说教授贵族仁谦拉莫之笔记，等等等等，有这样一段，最后有一段文字。所以这里可以知道，仁谦巴莫最开始是算是一个贵族，后来呢才成为了这个比丘尼。他也是跟这个达隆的那边的一个贵族，但是这还不是很确定但总之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这里的贵族他是指的是哪里的。总之呢，这个仁谦巴莫跟之前我们提到昆丘巴莫是不是同一个人，那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但是我们如果从文字上来看，梵文当中有一个词叫做罗达纳，就是 Rana， 它直译就是珍宝，这藏译就是仁谦，但意义上来说也可以就是宝，就是昆咒，我们会说三宝的宝，或者说就是昆咒。所以 Rana罗达纳这个词可以翻成仁谦，也可以翻译成昆咒，所以看情况可以选择使用的。所以呢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有时候会称为叫仁谦巴莫，所以也可以称为叫昆丘巴莫。仁谦跟昆丘就梵文来讲都是同样代表珍宝宝的意思，但也不能因此就确定是同一个人总之知道法王米值多杰是有给这个比丘尼戒。那他是如何传戒的呢？还有他传戒是否符合佛制呢？那这里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就是一般按照佛教的历史来看，这个女众要受具足戒，就是比丘尼戒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叫二部受戒和一部受戒，
或者说二部僧中寿或者一部僧中寿这样的。那藏传佛教当中的比丘尼，那么大部分主要都是一部受戒。那么后面我会提一下一些这部分的历史这样大家会比较清楚。那么第一部分的历史或者说可以证明说藏传佛教大部分是一部受戒的这样一段历史，这是有关佛教是如何在藏地弘扬，还有比丘尼最早是如何在藏地开始的这个传承。所以对于佛教呢，在藏地是如何开始的，这个开端是什么时候，是如何开端的历来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最有力的，或者说大家最公认、最相信的一个依据，就是松赞干布王那个时代的一些内容那个时代，因为当时有色那勒的蒙书、赤宗德赞的蒙书，还有噶冲碑文、桑耶寺碑文，这里面记载，从这里面的记载都很清楚可以看到，佛法当时在这个吐蕃，就是当时是松赞干布王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对于有关那么僧团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在桑耶蒙文当中有记载说，建立三宝所依，吐蕃也进入解脱，类似这样的文字。这里的就中文大致翻译总之这里提到说这个，所以建立三宝所依，然后吐蕃进入解脱。那这里的进入解脱是指说进入解脱道，或者说就是进入就是出家，开始出家，有出家僧团的意思。那吐蕃也就是说当时的吐蕃是藏人那么吐蕃王朝的时候，那时候的藏人也都那时候开始出家。另外在丹珠尔藏经当中有许多这些书信选集、书信类当中，就有一个由这个巴央他的书信选集当中就提到说，吐蕃呢比丘没有比丘名，那么法王菩萨赤宗德赞开启这个佛教。那应该就是从刚刚讲到了这个巴央的书信选集。所以丹珠尔藏经当中有一个巴央书信选集当中，他的跋文中就有提到，吐蕃呢当时并没有比丘的名称，当时是用赤宗德赞开启了佛教。当时有一个得天赞卜、巴拉赞卜，就升起了信心，出家后就得名叫巴央，严持戒律。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第一位这个比丘就是他。另外一个就是从哲蚌寺那里找到的巴协，这是这个藏族的里面很古老的有关历史的一个记载，藏族历史的一个记载，但它有许多不同的版本。那像这个是从哲蚌的，这应该也是在腊康那里当时的后来被拿到了哲蚌寺的。总之在这里面就提到说，有人说当时义师桑布扎法藏等人出家是因为不清楚玉石七人的发生年代而说的谬论。所以总之从这些文字你可以看到说，就说赤宗德赞之前你会知道说是藏地是没有这个是没有出家人的，有的话也只是汉传佛教的僧人，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这些僧人而已。
所以当时赤松德赞之前，当时的吐蕃王朝是没有这个藏人的僧团的，所以一般来说，藏人最早出家的就是从赤松德赞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的这个戒师或者叫德戒和尚是谁呢？就是净命大师或者叫吉护论师。当时的受戒者有6人或7人不同的这样的说法。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在哲蚌寺得到的那一部八邪这个真本中就有提到说这个受戒的7人或者叫御世7人等等哦。那就有提到这7个人的名字。当时呢，年份来说是767年，那个时候正是在藏地开始了有这样的一个僧团建立起来。那这里面呢还提到说，净命论师呢，他是这个铜碟部的这样子的一个，但因为藏传最主要是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因此呢，他们这里提到说，7人其实跟达那失利出家的，然后巴吉也谢才是第一位出家人，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八邪里面也提到说，这也是对于御世7人这部分历史不够清楚了解，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从这里你会看到这样的记载可以知道说，也有说认为当时的戒师不是这个净命，或者是不是吉护论师的说法。总而言之，一般来讲都会是说是跟随了净命论师，或者说这个吉护论师，然后这6人7人出家之后最早成立僧团。不过无论如何总而言之，在当时是不是只有男众出家没有女众出家呢？并不是的。当时呢，不只有男众出家，也有女众出家。怎么知道呢？也是在这一部八邪这个古老的历史书当中有记载说，之后有喀千萨、蒋丘杰和300位这个民众百姓出家。同时呢，这里面还引用了另外一些文献中的说法，他提到说，桑耶寺从建寺到还没有正式开光之前这段期间，当时呢，巴瑟囊出家并得到法名叫耶血旺波。之后到了羊年，就是之前提到的767年这是羊年767年，那个时候，当时呢，桑耶寺呢也可以说开光了，正式开光。在那个时候，有皇后、莫卢氏等人，还有上百位的百姓民众出家。所以你看到然后一戒师巴染那得戒所以你可以看到有这样2段的说法。所以一段有提到说有喀千萨、蒋丘杰，他们是2位女众出家，但没有说是跟谁出家。但是后面这一段有提到说，这个皇后莫卢氏等人是跟戒师这个巴染那得戒的，所以说法有一点不同。所以总之呢，依据这些文献来看一般认为第一位为女众传戒的这个戒师或者得戒和尚就是巴染那。但是之后从敦煌出土的这个汉文的一部文献，那它叫做这个
顿悟大乘正理觉。那这是汉文的一部典籍，那藏文是我翻译的。那总之这段里这里面提到什么呢？就是说皇后莫卢氏一自虔诚，豁然开悟，剔除干法，披挂自衣，朗借诸于晴田，动尘宗于定水，虽莲花不生，犹未足为玉也。善能为方便，花有生灵，常为赞普姨母，西囊男士，且诸大臣夫人30余人，说大乘法，皆一时出家矣。义何义？义何义？波舍波提为比丘尼之唱首耳。所以这一段里面就很清楚可以看到，当时智宗德赞的王妃或者是皇后就叫做莫卢氏，还有她的妹妹叫做西南囊氏。当时还有大臣的夫人有30多人就出家了，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但这里面并没有很清楚提到这个戒师是谁，但是由于呢，当时是由那个摩诃衍他说大乘法，然后为他们皆一时出家，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可能戒师是跟这位摩诃衍或者说大乘和尚是很有大关联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前面提到了一部叫《八邪》这样一个古老的历史书，还有敦煌出土的《顿悟大乘正理诀》。看到这2部之后，比较之下，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当时这个吐蕃王朝的第一位这个比丘尼，应该就是智宗德赞的这个皇后，就是莫卢氏。那么跟这位皇后莫卢氏相关的，或者说能够证明她是第一位比丘尼相关的一些文献有什么呢？主要有2个，一个是桑耶寺辩净殿的大钟上面的文字，第二个是昌珠寺大钟的这个文字。那么在桑耶寺的辩净殿大钟上面的文字是什么呢？那么一个大钟是在他出家之前所建的，一个是他出家之后所建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桑耶寺的辩净殿的这个大钟这样一个钟上面的文字。这个就叫做钟，所以藏文也叫做钟，它其实就是中文的音译过来的，就是钟，大钟那么这上面的文字写什么？王妃假冒赞，这是莫卢氏母子2人为供奉十方3宝之故，铸造此钟，以此福德之力，祈愿天神赞普赤松德赞父子眷属居60种妙音，证无上之菩提。所以就提到说，这段大意就说，透过建了铸造此大钟，以此福德力，能够让这个赤松德赞的父子眷属都具60种妙音，然后证得无上菩提，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是由这个莫卢氏他所建的，他所铸造的。再来一个是昌珠寺的大钟，里面提到说，莫卢非菩提明之劝请，令一切众生其归善业之故，特铸造此大钟，钟声有如天神鼓乐，吹亮于浩渺虚空，此亦增天神赞普赤德松赞之注释元寿也。施主为王妃菩提氏，并由唐廷汉比丘大宝监注。所以总之你可以看到，这是他出家之后的一个名称，就叫做菩提名，因为他出家之后的名称就叫做菩提名。
然后当时是有这样一个比丘叫做大宝的，叫仁谦，他所造筑的监筑的。所以以上两段就是有关这个智颂德赞的王妃莫卢妃他的相关的一些记载。所以总而言之讲了这么多，那么像是这个王妃莫卢氏等等这些女众她们得受比丘尼戒，无论她们的戒师是刚刚说的这个戒师巴染那，从这个巴协里面看是巴染那，还是依据敦煌的那个文献大乘正理决论，还是这个摩诃衍，或者说就叫做大乘和尚，无论戒师是哪一位都可以。重点是当时的女众们，她们要得比丘尼戒都是从比丘僧众而得戒的，所以就很清楚是一部众受戒不需要是两部众受戒的，就是只跟比丘僧众就得戒了。另外呢，还能够证明当时比丘比丘尼都有，这僧团都有的一些文献，就是前面的由巴央撰写的那个巴央书信选集中有提到说，这一段说，自此教戒出家比丘沙弥比丘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提到说，有把比丘尼也有特别写在上面，就是说他有特别要对于比丘沙弥跟比丘尼的一些教戒，他是对于藏族的当时吐蕃的所有民众所写的信所以从这里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如果没有比丘尼，他也不需要写说这段话是要给比丘尼们的，所以他代表说在前弘期总之这一段是说在前弘期当时的有比丘僧团也有比丘尼僧团，就是可以说是蛮清楚的，当时就有的。好，我们这里休息30分钟。那么前面我们提到凤凰密觉多杰他特别有这样子传这个比丘尼戒，那么他是如何这个传这个比丘尼戒的呢？那么首先我们就从前弘期佛教藏传佛教前弘期那时候就可以看到是有比丘跟比丘尼僧团都有的一些文献。再来第二个证明就是有比丘比丘尼戒这样子相关的文献，是大概是到了后弘期的时候，大概是公元10世纪，那时候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开始，在喇嘛智光的蒙书中提到，如果有能受比丘尼戒之皇室女众，一律准许，并建造佛法之房舍。大致的意思是这样。这里的意思是说呢，只要是能够就是或者有意愿成为比丘尼的大臣等等的这些妻室，都不要禁止他们，而要令他们帮助他们受戒，而且要为了他们要建造这个寺院。当时就有这样子的可以说王诏或者说蒙书而且在当时呢，有这个比丘尼戒这样子一个重要证明是义师仁钦桑波他的弟子古格七唐巴也谢巴他撰写的一个大义师仁钦桑波的传记里也提到说，仁钦桑波这位义师他有3兄妹在家他是有4位，那他的最小的妹妹叫做喜饶措摩，后来成为比丘尼，他学习这个密法，而且修持就得到了成就，而且成为一个这个瑜伽女，
叫做 Chegi 准嘛，所以当时呢也是有这个比丘尼的，所以也就代表是有这个传比丘尼戒的。再来第三个这个文献的支持的内容是说，在公元13世纪，就是八思巴的，就是父亲叫做桑扎索纳姆讲采，他有5、6位这个太太，那么其中第3个太太叫做拉吉泽玛，他的这个大女儿叫做罗本莫罗本玛索纳崩，他出家了，后来也成为比丘尼，而且成立一个叫觉姆林尼众僧团所以在这之前也就有这个比丘尼的。而且巴斯巴达自己也说到，来自尼泊尔、印度、汉地、弥酿或高丽，这是现在来说是韩国，古代那时候叫做高丽，当时是元朝还有江，就是大理地区，还有有谷等等这些地方有来自这些地方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出家众共4000人，而且有425位亲教士等等。所以这些呢是在达仓巴就桑波他在1434年所编写的一个汉藏档案集当中的内容。所以在13世纪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是有这个比丘尼的。接着再来一个支持有比丘尼的文献，第4个就是13世纪的时候，有5位来自米酿的这个智者，其中之一那个年代是噶玛巴，第5是噶玛巴的新谢巴，那个时候，那其中一个叫做噶西巴日巴森给，他依止了这个普敦的这个上师江南开巴和这个子对增等传承者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对增索纳姆扎，跟随他然后出家得到这个戒的。他的这个弟子就狮子贤撰写的一个传记中，他传记当中也提到说，他有这个100位比丘尼弟子。所以你可以看到第13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比丘尼的，也是有比丘尼的。再来第5个这个支持有比丘尼的文献是在公元14世纪末，当时诞生的一位大师叫做持律者，就是对经，叫做南卡索nam，他在当时应该是很著名的一位大师。他呢也成为这个戒师成为了叫丘瓦让中温莫的戒师，为他传授比丘尼戒。那这个在果让巴的一个问答录当中也有记载。再来第6个支持的文献是在公元14世纪末后期，那么这个大智者仁达瓦许诺露珠的教言集当中也有一段书信，他有一个书信是对亚洲的贵族的一个叫缺巴桑莫的教言，其中就有提到这位比丘尼的还有信件跟大厂呢，在格西野谢巴拿到之后感到欢喜等等，有这样的文字。在这之后还有一段文字说，这是一个对于比丘尼缺巴桑莫的教戒。所以等等这些文字也可以知道说，在14世纪这个后期的时候也有这个比丘尼的，而且呢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像是贵族或女首领吧，这样子的一个比丘尼。再来第7个是公元15世纪前期初期，有一个叫桑顶多杰帕摩，他的第一世叫做确吉准妹，又叫做谢嘎尔斗宗玛等等。
他是婆东边谦的弟子。他不仅是婆多边谦的弟子，而且是跟随他得到了这个比丘尼戒。他的名字就叫做阿朱确吉准美，阿朱确吉主妈。在这之后呢，他又跟随这个婆多边谦，就得到了比丘尼戒。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由婆多边谦成为他的亲教师，然后还有一个叫确吉旺处成为他的这个夜轨范师，还有贡汤的当时的僧众们迎请来之后呢，成为他这个受戒的这个比丘僧团。这个在至尊确吉准妈他的这个传记当中都有提到。那这部分就不多说。那这里面呢有一段，就他受了这个比丘尼戒之后的隔天，他就跟这个亲教师婆多边谦吃饭的时候，共餐的时候，就有一段对话。他已经是比丘尼了的隔天嘛，他就身上穿了这个祖衣，然后手上还拿着钵，然后他还有一个侍者是一个沙弥尼，所以这样的比丘尼跟他的侍者沙弥尼就去见了亲教师这个婆多边谦。当时呢，婆多边谦一见到这位比丘尼呢，就非常的欢喜。所以呢，他是微笑着说：“有说这个阿罗汉在世，有这样的说法。那今天呢，我看到一位阿罗汉尼。”我看到降到人世，从虚空来到了这个人世。今天我看到的是一个罗汉尼然后来到了降临了。所以婆多边谦一见到这个比丘尼呢，就非常的欢喜这个比丘尼可见的他也是很特殊的。那么在桑甸多智泡沫第一世那么就是这个确吉准妈他的传记当中都有清楚记载到的。再来一个呢是，再来15世纪的时候，世界初有一个叫桑达瓦夏嘎普真玛，他是跟随这个持律者洛桑普巴出家，他的名字叫释迦泽。这个洛桑普巴应该是一位格鲁派的僧众。之后呢，他又跟随果亚堪布叫桑杰桑波，得到了这个比丘尼戒，然后法名戒名是释迦桑末。那么他在跟这个果亚亲教师或者叫果亚堪布或者受戒师戒师前听法的时候，他一直感觉到身体当中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光的一个水晶佛塔。他就对这位他就请示了亲教师这是怎么回事。那这时候亲教师就进入这个禅定后，就受记说他应该是修持这个西结法的这样一位大师那是一位很有修持的这个亲教师。他就说你呢将来会诞生一位持守弘扬佛教的大师。接着他说呢，他受记他说，就像过去呢，印度有一位叫婆罗门女，叫 Sewe 处，成为他为了佛教的弘扬，那么他最开始也是一位这个出家众，但是他后来就跟沙地利的一个男众结婚之后诞生了无着论师，在和婆罗门
一起之后就诞生了世亲，这是一样。所以他就跟他说：“你不要留在这里，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所以之后呢，总之呢，他呢就舍戒之后，总之也成婚了，就是诞生了，就成为了释迦乔丹的母亲了，就诞生了这样一位诸圣大师，叫释迦乔丹。所以这在释迦乔丹的2部传记当中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到这段故事。再来呢是第9个，这个刚刚这是第8个，再来是第9个这个支持的文献，在公元15世纪，就是释迦乔丹他22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叫做迦玛却珠巴摩的戒师，然后当时坚阿主家成为夜鬼饭师，还有坤家是平教师，还有依止师接扎玛巴等等。然后还有同时受戒的当中还有众旺桑巴，还有切戒桑颠巴，还有其他的结摩僧众，有另外4位有这样的鬼饭师，然后就圆满授予他比丘尼戒。这在释迦乔丹他的传记当中有这样记载。所以呢，我们说当时访问米支多杰如果有传比丘尼戒的话，所以你看就可以按照上面等等这些文献，一直到第15、16世纪等等都有15世纪都有传授比丘尼戒，就会按照那样的方式传授。所以上面我们谈到的引据这些文献，都是现在能够见到、听闻到的一些比丘尼相关的历史文献。但我相信应该还有很多更多相关的比丘尼相关的历史的文献。所以我们也应该努力的多去收集、发掘，还有多做研究。总之呢，我们在对上面的提到这些文献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什么呢？就是你会看到过去大部分出家的受比丘尼戒的女性主要都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一些女性，像她们有些就是上世传承家族的女性，或者是这些官员等等这些家庭的这样子的女性。或许就是因为当时出家的女性大部分都是这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女性，然后在庶民当中比较少有女性出家为比丘尼，所以这可能就是后来比丘尼戒传承中断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而造成了比丘尼戒传承中断，所以有不同的可能性，这都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去研究的。总之呢，在16世纪以前的这个藏地或者叫吐蕃，当时呢就已经有这个比丘尼的。不仅如此呢，在有一段时间，在卫藏地区的男众僧寺院跟女众的寺院它的数量甚至是齐量的了，是一样的，相当的。那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在这个噶玛恰灭撰写的一个后世觉母与佛法弘扬上的重要性相关的一些开示提到说，卫藏清净之地，这个男众、女众、僧众的寺院的数量是没有差别的。那么，总之这一段里面提到的是说，他噶玛恰灭到这个卫藏地区的时候是17世纪前后。当时他发现，当时的男众的寺院和女众的寺院的数量已经是差不多一样的了，而且呢，甚至这个女众寺院的僧众，甚至是有300、400多僧尼众，而且里面的这个上师，还有这个尼众寺院的上师，还有这个戒律师也都非常的好。甚至
还有很多的规矩，就是男众要进去的话，还要这个登记，不能随便的进入。所以总之，这里面记载就是说有非常多的尼众的寺院的制度是非常好的。然后又提到说，在康还有偃系，这是第二世法王的冈巴西的家乡。这里提到，在这里的尼众的寺院，因为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很少有这样子的好的尼众僧团出现。所以总之呢，看到这一段记载，你会看到在卫藏地区17世纪那个时候，男众寺院和女众寺院的数量也差不多一样。而且呢，还有一些记载说，在偏这个地区呢，有很多噶当派的寺院，后来也都成为了觉母，就是尼众的寺院。所以总之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尼众的寺院是非常的兴盛的，但后来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总之呢，开始就有比较就有一些这个仇视尼众的情况就开始有打压他们。主要那时候会说，因为尼众出家，然后这个正法会减500年等等一些说法，等等，还再加上政治因素。但在那之前你可以看到尼众的寺院是非常兴盛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时这个西藏比丘尼的历史从最开始有比丘尼开始，可以说98%吧，比丘尼戒都是从比丘而得的，这是一部这个受戒而得的。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优婆夷戒、女众出家戒、沙弥尼戒不一定要跟僧团得到，就是跟一般人也可以得戒的。但是像是但其中的第一个、第三个，像优婆夷戒、沙弥尼戒是要依止这个规范尼师而得戒，然后再来或者是需要依靠清教尼师而得戒的。但是学法女戒跟进行净住戒、比丘尼戒就需要依止僧众而得戒的了。那一般来说呢，学法女需要依止具有规范尼师的僧团而得戒，进行净住戒需要依止具有清教尼师的尼众而僧团而得。但一般来说呢，10种受具足戒当中，特别有3种是关于女众，一个是八禁受具，就是承诺要八禁法才能得戒，再来是浅信受具，再来是2种受具等等。那么这里可能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像有一些地方它是只有比丘没有尼众僧团的地方，那是否可以依止这个比丘而得戒呢？而得到这个没有过患的圆满的这样的比丘尼戒呢？那么我们从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难耶杂事中说，如世尊说，比丘尼若欲奉持具足戒，应从大德比丘求受此最初净法。这里提到我们说八净法的第一个，也就是比丘尼若欲奉持具足戒，应从大德比丘求受，就是从比丘而得受。这就是八净法当中的第一个，就提到可以从比丘而得戒。同样，在对于这个根本说一切毗难耶杂事的一个注解，阿舍离格雷谢念的著作就提到说，当时说比丘的时候很清楚，可以说的就是比丘尼。同时也提到比丘尼的这个具足戒就需要依靠比丘僧团而得戒，而不是依靠比丘尼僧团。还有在律经的广注当中也提到，学法女若依比丘
这个结魔仪轨受具足戒，由于主要是比丘僧团，也是可以得戒的。那比丘尼僧团受戒只是一个符合传统的一个形式而已，但并非是最主要的。一般来说，在传授比丘尼戒的时候，要有比丘也有比丘尼，但因为最主要的是，比丘尼戒得不得戒，最主要还是依据有没有比丘而定。所以这里就提到说，最主要还是依照比丘僧团的，比丘尼僧团并不是最主要的。有这样一段这个话。然后在一个对于律经的一部，可以说藏传佛教最重要的一部注叫《大海注》。大海注提到说，如果不具备4人就不得戒。因此，如果没有比丘尼，比丘僧团也可以给予学法女的这学处。然后现在4大教派传统都是由比丘来代替这个出家女众亲教师或者和沙弥尼的轨范师而传这个尼众的戒的。所以，如果不可以依止比丘而得到比丘尼戒的话，或者就算可以这样传戒，但是这个戒是不清净、有过患的话，那这样就会变成藏传佛教当中女性就没有办法得到出家戒了。那最后会变成没有这样子的尼众僧团了。再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安居士当中有提到，为了得学法女戒进行进出戒，由这个比丘呢前往给予。同样在第5世纪由中文翻译到藏文的一部经典叫做《大爱道比丘尼经》，当中有一段记载。所以这也算是一部蛮早期的一个帆布的典籍，就不全部念啊。重点是说，总之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说这个大爱道比丘尼那么他也这个承诺说要具备8净法，而这个得受比丘尼戒。当时他就请问说，恐佛担心佛涅槃之后，如果也有女性要受这个比丘尼戒的话，该怎么办？当时也就说，那总之在这里佛说呢，可以依靠这个比丘僧而得比丘尼戒的，但是你必须要所以总之这里就说如果总之最后一句就是说，如果没有比丘尼的话呢，有比丘僧也是可以的。他中间有一段说，阿难就问说，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只要是比丘来这个传戒师就成为戒师就好了，不用比丘尼呢？佛说也不是的，还是要有大比丘尼作为这个戒师。但接着佛陀说，如果没有比丘尼的情况之下，比丘也是可以传这个比丘尼戒的这样子。那么就像这个大爱道比丘尼经当中提到的，那么在过去藏传佛教的这些持律大师当中也有这样的传统，像噶当派大寺那唐的大师叫舍尔迦措撰写的律经注解中就有提到，如果没有比丘尼，然后都可以由比丘来传戒。所以总之呢，这里归纳而言呢，就是在
在没有学法女的这个戒品之前，也是可以得到这个比丘尼戒的。同时也有说到，如果没有之前的戒品啊，这是仅犯恶作的，依止比丘得戒而改名之际，就能得到无过圆满比丘尼戒。那么布敦大师有提到说，正行呢依止比丘而得哦，就说这个比丘尼戒的正行还是要依止比丘而得，这是大师们都一致认为的，就是比丘尼戒的正行是依止比丘而得。所以换句话说，因比丘尼戒的得戒的这样的一个正行，只有依止比丘僧团才能得到，没有办法透过比丘尼而得到。所以这个戒律的传承，可以说也就是比丘戒的传承，而非比丘尼戒的这个传承。所以说，如果就算有比丘尼，但比丘尼戒还是得依靠比丘僧而得的话，所以呢，就算是有这个比丘尼，但比丘尼戒还是得依靠比丘僧而得到的话，那么像是这个藏地哦，完全没有比丘尼的这样藏地来说，只依靠比丘僧来传授比丘尼戒，也就应该不会是问题了，没有问题了。同样的情况你会看到在中国佛教，当时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的第一位比丘尼，那个时候，那你看藏传佛教那个时候是在这个佛教弘扬时候是8、9世纪嘛，但是中国佛教呢，你会看它的第一位比丘尼就是在公元4世纪，所以你看中国佛教是非常早的啊，佛教整个弘扬是非常早的。当时的这位第一位比丘尼叫做净简尼师，那他也就是只有一部受，就是说只依这个比丘僧而得戒的。但在印度佛教兴盛的时候，比较难说找出这样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来解释，因为当时比丘、比丘尼都有的，所以你很难说没有比丘或者没有比丘尼的特殊的状况来说。但总之讲到现在，我们说跟过去都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可以说变小了，就是说整个交通方便，来往都方便。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引请其他地方或者其他这样子的佛教的这个传承的或者国家的比丘尼来传戒的话，传这个比丘尼戒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不会太困难，而且这个利益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不是说任何时候比丘尼戒都是只要有比丘僧就好，但是在一些特别没有比丘尼的情况之下，那么可能在这样的时间那样的地方特殊情况，那么可能就是由比丘僧团来传戒就好了。所以依照总之前面看到文献很多的内容都提到，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这样子还是会有一些争议，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从其他地方引请这个比丘尼，真的比丘尼来传戒的话，那会非常好。所以在多年前，我也安排这个邀请了台湾的比丘尼僧团来到菩提迦叶传授沙弥尼戒。那当时呢，这也是蛮圆满的。那我也希望在未来很快我相信疫情这个结束平息之后，到时候大家来往都比较方便，我也会尽力再次安排，还有这些邀请比丘尼僧团来传授这个
学法女戒，也就是针对之前有领受过沙弥尼戒的这些尼众，在传授学法女戒，然后再之后可以再传授比丘尼戒。我会尽力的，希望能够做到。那冈萨嘎举当中我们对传比丘尼戒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这个决定的，而是在我们圣地布吉迦叶之前在嘎举东进边境活动的时候，和很多位堪布、善知识还有很多各位学僧们，那当时就针对传比丘尼戒是否符合戒律这部分相关内容进行了很多次，我觉得很有实质性的一些研讨。那么当时呢，堪布们、学僧、僧众们都希望我什么呢？都希望我能够在冈仓噶举建立这样的一个比丘尼僧团。所以由于可以说是他们对于我的一个这个指示吧，所以我也会尽力的来推动促成这件事情。但是虽然我们看到佛教当中有一个说法说，因为女众出家会使佛教提早500年灭亡。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这个不好的这种话，你可以看到它会传很久。好的那些话呢，或者说口诀啊、教言，很多时候都没什么人去传了。总之有这样一个说法，就因为女众出家而使正法这个减500年。但是对这个说法的回答，其实早在公元2世纪的大毗婆沙论就已经回答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总之呢，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了，早就以前这个答案就有了。在里面就大毗婆沙论当提到，如佛告阿难陀言：与我善说法，毗奈耶中。若当不度女人出家者，我之正法应诛1000岁，或复过此，由度女人出家故，令我正法灭500岁。所以当时呢，那么所谓的正法住1000年，所以当时呢，大毗婆沙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这个已经是可以说是500年之后了。所以但是就大毗婆沙论这个时候都已经超过这个，可以说超过1000年了，总之加起来。所以如果说本来是有1000年嘛，后来女众出家的话就只剩500年嘛，只剩500年嘛。但是呢，大毗婆沙论那个时候这已经超过了500年了，但佛法还是在世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如果人有这样的问题呢，所以这里面就有当时就有这个回答。故事顿就说何故世尊作如是说，答此依解脱坚固密而说。而是说这个少了一些能够这个解脱的这个阿罗汉者，而不是说佛教会减500年，而是这个解脱阿罗汉果位的人比较少。但我觉得后面的一个解说会比较好。有余师说，此一若不行8尊重法，密而说。为若度女众出家不令行8尊重法者，则佛法应减500岁住等等等等。
所以在当时呢，其实并没有真的减寿500年，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是尼众都是有遵守这样的八众法的，所以还是能够满1000岁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女众出家会使正法减500岁这样的说法，它真的只是不了义权益的说法。如果不了解而随便说女众出家是会减法使正法减500岁的话，这其实是违背了经典的说法。所以对于这个说法呢，其实要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回答的话，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的。所以佛教那时候就说要这个持守八敬法，因为这不能说这个因为总之当时印度呢是特别这个歧视女性的，所以如果当时佛陀又特别的在抬高女众的女性的地位的话，也会造成当时印度社会的一些批判，所以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真谛佛教。所以佛陀当时也就说，尼众女性你要这个承诺要领这个八敬法才可以出家得比丘尼戒。那么到今天呢，大概就是我们这一次参谋春季课程讲到这里就圆满了。那本来是想多说一些，但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就简短的说吧。最主要就是我们的尼寺当中的各位尼众，我觉得这个学修要并进。当然一般我们会说佛学院跟实修闭关中心分开的是2个这样的单位，但其实如果你是像一个解脱的一个行者，你的学习跟你的修行跟实践必须要是合而为一的，不要变成你就只是学不修，或者只是修但是又没有很多知识学习，这样是不行的。就像是说鸟的双翼，你需要两双翼都具备才飞得起来。所以我希望就是现在尼众寺院也开始非常好的在经教上的学习，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懂经典，不懂得真正的取舍，那么你也不可能做到实修修习。所以你首先要学习这些经论，你才会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修习、修行、修持。总之，我觉得不要再分这个学习或修行而就是一开始，总之大家都要很好的学习经教。在藏族里面，在藏族社会里面，可以说女性或者说这个尼众的机会是比较少的，就是相对于男众能够学习跟修行的机会是比较这个少的、欠缺的，条件是比较欠缺的。那很多原因，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女性尼众自身并没有特别注重可以说经论的学习，所以过去那个时候大部分尼众藏传佛教尼众呢，就是只是有穿上这样的僧服而已，这样一个外相而已。总之现在我觉得要好好的学习经论是很重要的。那目的学习这些经论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要实修，为了要能够调伏自心。
那做到这一点，那也就能够真的利益到别人。我们说我们要帮助别人，不是透过什么财物啊这些东西的物质上的利益别人，是透过你自己的一个修行而帮助到别人。所以总之，学习这些经论的目的、动机要很清楚。可以说，从自利方面来讲，是让自己的实修能够很好达成；同时，利他的目的来说，是能够将来利益到别人。不然，这也是很多人现在学习经论，有点像现在一般世俗学校里面在学一个知识了。那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因为你就没有一种像是我在僧团在寺院里面学习这个佛法的这种感受了，就变得跟一般世俗学校是一样的学知识，那样是不行的。所以总之，我祈愿你众寺院能够在这个学业、事业学业、道业还有事业上都能够圆满。那么大家就真的能够成为这个佛门龙象，或者说佛教的一个庄严，也可以说是一切众生喜乐的这个根本。那大概是这样吧。那么首先我们做回向。依次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怨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速脱轮回海，祈愿开演珍贵圣乘法，无所积聚一切众福善，回向一切众生皆得成，圣乘妙法无垢珍宝器，有集一切祥瑞缘，能人教法常住世，持守佛教诸大德，祥瑞严饰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浊都清烈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浊都清烈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浊都清烈其长寿。达波嘎举无比教，殊胜吉祥伽玛巴，其住无顶成严饰，生生世世永不离。好的，之后好像是寺院会先供曼达。那么
首先先准备这个曼达，然后简略的先过曼达，好像你们有安排要会讲一段话，可能没有时间念太长的这个先曼达文。当然，面对的他，新鲜苏打是对用干什么呗？他，讲这里能给那个些，俺就新鲜苏打机，啊，真的，俺弟学的了，俺是面对从不对嘛，真的，都是这样的，人弟接了，俺干啥的？送些哪里的？这里我会先念这个普贤阅文当中的一段哦，然后再接着我们会念简短的这个先曼达文等等。我今年说到这军节点呢，就是没写吧，没也是年个大概马轮的大当起来，绿党啊也当也在。上坡这边没那么多的给叫我当这一个我送到新个对年绿这边的吧也叫我跟了那么多下。预计的呢，对你三个，那么三个四个，那就把它带到了去给那么六把他们这叫啊，大概讲。听到我把名字叫做那养个人了，叫做这个人叫啊，跟个人的了这些，叫我来写把他们这大概。没多那么今晚那么的新年那么的就我多少。阿弥陀佛，度别那巴耶，给我的达拉呢学不来。大萨那巴那达只说的，前面不嘛这是白娘巴。给吧，怕别说给我的达拉呀，学吧噶那拉没给些。铁道给我他们接拉呀，没上不接了，特别到达给我跟了现在学吧。月下写单的莫忘给你，略当阿当的心一个呀，的把大给一把这些把的大当真大给说说。秋菊叫我滚到三个在让给南大老大没老大，着滚给说那么讲了。铁道滚给结束大爷了，看到秋菊几点准备到上学人不了三个马车。公布的大给当接了，过了那南没把个啊，跟两眼带动感谢的到。若跟了北京的这个把新给对你说吧。大概他们那边的说也想在我的学习小吧，那听说也让贵些说。给我就是大概介绍吧，他们这大概讲就是我。这些必须就些蛮多的，这边零些年的研发的商业行动没得标啊。如果能到新了这把它说，也他们古罗人那们的了，看你呀大呀咪。一见面这上坡的别想说，那么老百姓民众些的所谓的些恐怕到发的是把民主喜欢人民，难怪两边找难这话说。全国性别查验的东爱身边大件先给把小娃生育。确定自己数据了解全国性别查验的东爱身边大件先给把小娃生育。确定自己数据了解全国性别查验。东爱身边大件先给把小娃生育。确定自己数据了解。放电了没？下边电报的看你们用了的一种的大型马驴搓沙这上，有多三个沙浪个把它修。他说，到底接了的送些哪去什么的？送些哪要的不要嘛？不是月上子的，送些哪？之后好像会有一段讲话，
长丘陵的尼斯会代表说一段话。Ogni interesse produce la morte durante l'inizatore, chi segue ciò che deve sapere, che viene davanti a te, e ti spiega da tutti, conosci che mi guarda capisci che ci viene a fare, le mie cose di tanto, c'è chi conosce, ma mi sa perché comando si vede. 刚刚我正开始体验吃面的麻烦以后，在对我们吃面方面，这边也刚刚也要吃面的人，其实他们主要是两个。Rindola danda di kunzo ki microphone di zoom nal jumindo. केवा मिंदो दादी केवा मिंदो और दारांग जिंग दे होना जिसरे तेज को दो 상계가 회의체와 주변과 비행기를 진행하기 도지초 제3순간 공부와 회의까지 즉석외로 소신돼 여러 조선이 생각하기 파마 대신에 지쳐 소비원이 러시아의 이야기인데 리처드 제인도 파마 대신에 지쳐 레시 팔경성과 같은 경험처야 경험기에 파마 대신에 지쳐 소비원이 같이 가진들로 지소와 같은 원고주 상승기 지적 친하야 적으로 세세치를 하니 대신에 지지치신 거라 그게 미디어도지 정말 믿지만 원래 순상이 같이 정말 시인한 리상자를 까먹어 행진 여행지 주교 공원은 남들은 절단지 눈나 공고치기 기존 모델이 위당 비구들 조화하기 영랑 기당 상비 송주 신당 상비 투주 다루가 친구같이 머리 비누바스 세비 추월을 줘 최당 최마이 넘버 제와서 겨울 총리회의 이가 유도기 차가운 니도기 민식이 깨달 카살라 고대와 민도에 봐 나와치 만든상 기준도 홍을 지내기 권에 같이에서 머리 빠른 주변 까지니 통통이 제지딩이 감기 미친다고 약속하게 되면 까지엔 시사 전화야 이당 유학이 여러 주순 주시되 향해 주변까지도 진행하고 소전을 자랑도 원고식이 까진 소지도 국민들 세라의 모호다빈 도시와 송강의 살기치기 콜로긴 도시와 특유의 주민 차례 집에 원고 주시 당수 전남 타밀랑 진비치도 다가를 유모들이 이해장에 민족 소속인 기부시와가 390초대 인이
대비하고 성경과만 맞춰 기기 특제 사무 강화의 심리 지출라 가진 경고 표시가들 마음의 준비 나도 겹다 왼쪽 뺑이 지출 공부 경기困难的 대신 특제 두절 뇌의 미화와 다양되게 또 프로젝트 대가오 내말 시작 교환의 신유를 주기 꾸기기 테마 양서시기 마침 주기 시공 타다 백년되기 주지 된당 조회지지 연맹규별 격보들 공리공도 대신 누차 조회군요 강빙이 제후보 서직내봐 당의 소를 빌려 윤조신 주변면전자고 술출다만 흥결수대 냉결수주로 러메가 반인계와 단지도 야미다고 빠질까 개가 빠진다마가 신부된도 믿어주셔 제 방마디 진이 지금 통과를 접수돼 중요한 파동 이시에다 깨는 방마디 진이 지출 오직 독충을 예로 위동 식단이 나와시게 제 주민이 되게 쪼가지도 그러는 거예요. 다음大家相信吗？我们送下呢，相信吗？我们送下呢。好的，最后会念大手印起源文。Shema
Choje ge wai se je do je